我哋好多時咧覺得自己咧都俾情緒突襲，好似天氣咁變幻莫測。但你有冇諗過咧？呢啲嘅情緒突襲咧係唔關環境事，係自己攞嚟㗎。其實每個人咧都有一種核心嘅情緒，係你人格系統嘅原廠設定嚟嘅。林家九型嘅九型人格咧就將佢哋分為三大類：憤怒、羞愧同埋恐懼。屬於行動智慧嘅891號咧，佢哋嘅原廠設定嘅慣性情緒係屬於憤怒，佢哋好重視控制。一個咧就好怕被控制，一個咧就要被動性咁去控制，而一個咧就好怕失控。而屬於情感智慧嘅2、3、4號，佢哋嘅核心慣常情緒係屬於羞愧，佢哋好在意自己是否被人接納啦，擔心自己唔夠好唔被愛啦，所以會透過討好啊、追求成就或者表現獨特嚟處理呢一份羞愧感嘅。而屬於思考智慧嘅5、6、7號咧，佢哋嘅原廠設定慣常情緒咧就係屬於恐懼，佢哋會擔心未來嘅未知啦，擔心冇能力去應對世界嘅枯竭啦，擔心呢個世界唔似自己嘅預期啦。當你揾到自己嘅核心情緒，你就等於揾到條情緒嘅主線，你嘅好多問題都係由佢引發出嚟㗎。睇清佢，你就唔再係被動咁承受，而係可以主動咁去管理。